和风台内交通就受到影响，火车这边代替南回线对今日下晡开始停，也不临近呢国内航线是取消258班。即马留伫咧平湖的旅客大约阁有8000人。交通部表示讲拜一甲拜二也就是明仔载到后日，对平湖飞转来到本岛的航班也阁有100外班，所以来会看天气的变化，加开飞行机，也是讲军机，甲旅客再倒转来。 去平湖当地的菜市啊，受到风台丹那斯的影响，像小菜类也是罐头类的食品，拢真受到民众的喜喜，看外来也不一定买得到。民生用品、吃的、用的都是要靠船运过来，从台湾过来，比较不方便。至少要等个1-2天嘛，对，等应该7号下，应该8号、9号才有船了。 那当地人补充，风台牛事务所根据统计，因为丹那些风台来袭16国内航线有258班拢取消。目前小琉球主管留伫岛上的人有209人，平湖地区停留旅客大约有8000人。看到无法度坐飞机回来台湾，旅客只好赶紧到超商买泡面订粮食。简单就好了，就现在被滞留在这里啊，回不去，就先赶快来买，是买不到了。 地铁路部分车高铁专线正常行驶，代替是为下昼2点外开始，南回线双向停驶。高捷公司宣布，轻轨系统为下昼3点停驶。伫高雄高山渡轮，有望有未少坐船的民众。足惊，因为今仔无困，徛国共隧道足远呢。总统赖清德下昼起，灾害应变中心视察，呼吁中央甲地方一定通力合作，信心应用。这一次丹纳斯台风的路径呢比较特别，是由南到北。 那主要是走台湾海峡，因为西部是平原多、人口密集，所以呢，受到的冲击预期呢也会比较大。因应丹那斯风台来袭，华信航空宣布国内线航班初7早起全部取消，下昼会陆续恢复正常。交通部表示，澳洲会看天气状况加开班机，也是飞机协助离岛旅客返台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